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Go 公哈发，我是怡姐。敏华，我跟你说哦，最近买了一件小礼服，我觉得它特别的气质不同哦，因为啊，它是用哈嘎发布啊做成的小礼服，下次呢晚宴的时候我穿给你看。你说的没错，花布呢就是发布了。那我也发现哦，花布的种类不但是越来越多元，而且呢，客家的伞夫也越来越有设计感喽。我听懂了，你刚刚讲的伞夫应该就是衣服喽。其实啊，现在很多设计师都会很擅长呢，拿这个哈嘎发布呢做成伞夫，而且运用的越来越时尚了。像我之前啊有一条裙子，它其实也有客家的元素，但是裙子要怎么说啊？裙子叫做裙。裙子叫做裙，很简单，要记得哦。不过我还想要教给大家的就是客家花布也可以做成衣服穿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哈嘎发布每周得做伞夫走，哈嘎发布每周得做伞夫走。今天我们来看看客家花布的运用到底有多时尚、多元。小杰，我觉得它这里的哈嘎伞夫啊，有很多种元素，有华丽的风格，另外呢，还有这种比较传统的风格。有哈嘎礼服哎，懂讲哎，而且我发现啊，它只要用客家桐花点缀啊，就更有特色了。哈嘎发布做的裙，很有设计感呢。对啊，而且我发现呢，哈嘎发布啊做成的小礼服也非常美哎。听说呢，这是一个客家教授设计的哦，他把传统呢延伸到了现代，真的很棒哎。这个花布好像以前的被单哦。对啊，可是我看呢，它设计成这样子呢，其实感觉不出来，但是呢又有客家元素在里面。我认为啊，这几套伞夫用的发布啊也特别不一样，因为它把传统呢跟创意做结合了，所以让客家衫有新生命。重点是也会让更多人呢更了解哈嘎文化。敏华，你没有带我看，我还真的不知道哎。现在客家花布可以运用这么多元，不仅可以做小礼服，还可以做这么多的衣服。真的，现在的客家伞服哦越来越时尚喽！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首先要帮大家复习的是客家花布的花布，花布叫做发布，发布。那么衣服呢？衣服叫做伞夫，伞夫。还有裙子，裙子叫做裙，裙子叫做裙。接下来啊要帮大家复习重头戏，也就是客家花布也可以做成衣服穿。这句话的客家话呢，应该要说成哈嘎发布每周得做伞夫走，哈嘎发布每周得做伞夫走。今天Go Go公哈发就带大家体验了客家花布之美，我们下回见喽！下回见，拜拜。